情緒教室，憤怒的背後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講有關憤怒嘅故事喎。阿美呢，最近成日喺學校呢，俾同學取笑佢嘅身形，心情呢變得越嚟越煩躁喎。放學返到屋企呢，都好容易同屋企人發脾氣，只要家姐或者媽媽問佢一句呢，就會爆喊喎。喺食完飯之後呢，媽媽都好溫柔咁坐低陪佢，叫佢講一講呢幾日發生嘅事。阿美一路講呢，一路喊啦，而媽媽呢都同佢講返，其實有憤怒嘅心情呢，唔代表係錯嘅喎，只係內心受傷嘅一種反應。而有呢一種反應嘅時候呢，其實可以用其他方法呢去代替憤怒嘅發泄嘅，例如呢，可以去做下運動啦。而媽媽呢都分享咗佢細個時候嘅方法喎，佢就將自己唔開心嘅事呢寫晒落一張紙上邊。寫完之後呢，就會即刻撕晒佢，同埋掉咗落垃圾桶啦。喺之後呢，就會發現情緒好快呢就會釋放晒㗎啦。阿美呢聽完之後呢，都有嘗試過呢個方法。喺之後返學嘅時候呢，其他同學再取笑佢嘅時候呢，阿美呢就會選擇無視同埋深呼吸，慢慢呢將呢個心情呢釋放出嚟。阿美呢慢慢呢都唔會再容易咁嬲啦。學識到點樣去處理同埋轉化自己憤怒嘅情緒，唔知大家喺嬲嘅時候呢，又會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呢？不妨學下阿美一樣呢，去慢慢將自己嘅憤怒情緒釋放晒出嚟喎。想聽更多嘅故事呢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之後再按2字，或者上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Podcast 頻道重溫，拜拜。